如果你條脷咧邊度有一圈嘅齒痕咧，呢啲咧就係脾胃差嘅經典舌象啦。咁記好一招咧，懶人都可以堅持調理嘅。脾胃差嘅人咧，條脷咧就容易有牙齒印啦，脷苔咧就白啦，脷頭咧就肥大，仲有面色黃啊，皮膚粗糙啊，肚崩大啊，容易屙肚嘅呢啲情形。咁脾胃差嘅人咧，仲容易咧經常覺得攰，經常咧腰膝酸軟，唔想喐，時不時咧仲容易頭暈耳鳴。咁好可能咧就係你脾同埋個腎都虛咗。咁喺調理上咧，如果你唔想飲中藥咧，亦唔想買一大堆藥嘅，你就記好呢個懶人調理膏方啦。佢既補脾腎又唔容易熱起，呢隻咧就係心靈歸元膏，用溫水沖泡佢就得噶啦，簡單又方便。佢咧就係由健脾祛濕嘅茯苓啦、山藥啦，以及溫補腎陽嘅玉松茸、巴戟天等多味嘅中藥材組成嘅。整個方咧都可以調理脾胃、兼顧腎虛嘅。記住呢個 OTC 嘅標誌，安全放心。